今日要同大家傾嘅呢個話題，真係關乎每一個人，尤其係鍾意買早餐快手解決嘅朋友，就係我哋日日可能都食嘅麵包。講真，好多人買麵包都係貪個方便，朝早落樓隨手拎一個，又飽肚又好食，邊有時間諗咁多？今日一定要同大家爆個料，市面上好多麵包根本唔係想象中咁健康。好多加入咗人造奶油，仲有一堆嘅化學添加劑，食落肚唔單止零營養，仲會慢慢搞壞你個身體，嚴重嘅仲有致癌風險。今日就同大家逐個數一數，麵包鋪入邊最唔健康、人造奶油同添加劑最多嘅5款麵包。好多家長成日買俾小朋友當早餐，長輩亦中意買嚟當下午茶，大家一定要睇實，記得睇完即刻轉俾屋企人。以後買麵包就唔會中伏。第一款好多長輩同小朋友都中意嘅肉鬆包，大家係唔覺得肉鬆應該係肉整嘅，有蛋白質，又容易消化，無論係長輩食定小朋友食都好。但現實上未必係麵包鋪賣嘅肉鬆包，10個有9個用嘅都唔係真正肉鬆，係肉粉鬆。簡單講就係用極少量嘅肉碎，加入大量豆粉、小麥粉，再加埋香精、色素、調味料炒出嚟嘅，根本冇咩肉嘅營養，食咗同食澱粉冇分別。仲有為咗讓肉鬆可以染麵包上面，表面一定會搽一層厚厚嘅沙律醬。呢啲平價沙律醬更加唔簡單，根本唔係用新鮮材料做，就係用油、糖、乳化劑、防腐劑等一堆化學添加劑打成嘅膏狀物，熱量超高。之前有個實驗，將呢種平價肉鬆放喺火上面燒，即刻變黑燒焦，仲發出一陣刺鼻嘅膠味。大家可以諗下，呢啲嘢食落肚，對腸胃、對身體嘅負擔有多大？長期食，不單止吸收唔到營養，仲會因為高油、高糖、高添加劑，增加身體器官嘅代謝壓力，甚至可能影響內分泌。如果真係想食肉鬆，建議大家去大型超市買有牌子、標明純肉鬆嘅，返屋企配白粥食，都仲安全得多。第二款，好多人去茶餐廳、麵包鋪必點嘅奶油包同菠蘿油，個包又軟又鬆，菠蘿油夾埋塊牛油，食落去真係超滿足。呢種滿足背後係身體難以承受嘅傷害。呢啲麵包入邊嘅奶油，絕大部分都係植物奶油，亦即是氫化植物油做嘅人造奶油。呢種人造奶油，人體根本好難代謝。有數據指出，食一次呢種植物奶油，身體需要足足50幾日先可以將佢排走。長期食嘅話，首先血液會變得黏，好容易形成血栓，引發高血壓、冠心病呢類心腦血管疾病，仲會影響身體嘅胰島素分泌，增加患糖尿病嘅風險。最慘嘅係小朋友，如果經常食，會影響骨骼發育同智力發展，因為呢種人造奶油入邊嘅反式脂肪酸會干擾身體對必需脂肪酸嘅吸收。仲有菠蘿油上面嘅菠蘿皮，為咗脆口同長期保鮮，都加咗大量起酥油同防腐劑。下次買嘅時候，千祈要望清楚成分表，見到人造奶油、麥奇林氫化植物油呢類字眼，就要小心。第三款望落去好高級、好靚嘅水果丹麥酥，各類起酥麵包，一層一層嘅酥皮，上面仲鋪滿各種生果。好多人覺得貴少少都抵，但你知唔知呢種靚麵包其實係由同糖嘅炸彈。要做到呢種千層酥皮嘅效果，麵粉同油嘅比例差唔多要1比1。簡單講，食一個丹麥酥同直接飲油差唔多。而且為咗慳成本，商家根本唔會用天然牛油，全部都係用平價嘅起酥油或者人造牛油。呢啲油入邊含大量反式脂肪酸，係血管嘅頭號殺手。長期食會令膽固醇升高，血管變窄。至於上面鋪嘅生果，大家千祈唔好以為係新鮮嘅，幾乎全部都係罐頭生果，浸滿咗高果糖、玉米糖漿同防腐劑，維他命等營養成分組就流失晒，營養價值幾乎等於0，同食糖果冇分別。一個普通大小嘅水果丹麥酥，熱量隨時高過2碗白飯，食一個落肚，一日嘅熱量都超標。如果經常食，唔單止容易肥，仲會增加肝臟同胰腺嘅負擔，長遠仲有患肥胖症同代謝綜合症嘅風險。第四款，好多減肥人士最容易中伏嘅假全麥麵包。而家大家都注重健康，
知道全麥麵包有膳食纖維、飽腹感強，適合減肥，所以一見到深啡色嘅麵包就以為係全麥，即刻買返屋企。但現實係殘酷事實，市面上90%全麥麵包都係染出來嘅假全麥。商家為咗慳成本，根本唔會用貴價嘅全麥粉，就係用普通嘅精製小麥粉，再加啲焦糖色素染成啡色。點樣分辨？好簡單，如果食落去鬆軟，仲帶點甜味，咁肯定係假嘅。真正嘅全麥麵包，一含大量麥麩同麥胚，口感會好粗糙，甚至有啲刮口，味道偏淡，冇咁甜。長期食呢啲假全麥麵包，減肥就唔使諗啦。佢入邊加咗大量糖、油同改良劑，先至可以做到鬆軟嘅口感。熱量比普通白麵包仲要高，仲有精製小麥粉升糖指數好高，食咗之後血糖會快速升高，容易餓，令你越食越多，越減越肥。仲有一個隱患，長期攝入過多添加糖，會增加患脂肪肝、牙周病嘅風險，皮膚都會變得差。下次買嘅時候，一定要細心睇成分表。如果入邊全麥粉或者有焦糖色素麥麩皮呢類字眼，就要留意。第5款，大人細路都中意，永遠最搶手嘅腸仔包，好食又有香。答案好簡單，首先條腸仔根本唔係什麼肉腸，係含肉量極低嘅澱粉腸。主要成分就係澱粉、大豆分離蛋白，再加少量肉碎，甚至冇肉。為咗做出肉味同延長保質期，生產商會加大量鹽、糖、亞硝酸鹽、防腐劑同香精。大家要記住，世界衛生組織早就將加工肉列為1級致癌物，而呢種廉價澱粉腸就屬於加工肉嘅一種。長期攝入亞硝酸鹽會喺體內轉化成亞硝胺，呢種物質有強烈嘅致癌性，增加患胃癌、結腸癌嘅風險。再加上麵包本身為咗做到超級鬆軟嘅口感，會落大量蓬鬆劑、改良劑同氫化植物油，所以你食一個腸仔包根本唔係食緊麵包同香腸，係食緊一堆化學添加劑、鹽分同劣質油脂。小朋友經常食會影響腸胃發育，增加腎臟負擔。大人長期食，血壓同血脂都容易升高。如果真係想食，不如自己買新鮮豬肉、雞肉整三文治，安全又健康，仲可以控制鹽糖。講到呢度，亨利陳想問下大家，你平時早餐最中意食邊款麵包啊？係唔係同以前嘅我一樣貪方便隨手買一個？歡迎喺評論區同我分享下你嘅早餐習慣，或者打個健康俾我，等我知道你有睇到呢度。傾完呢5款高危麵包，亨利陳同大家總結下，雖然麵包真係好方便，救咗好多趕時間嘅朋友，但為咗健康，我哋一定要學識揀。買麵包唔好睇個名靚唔靚，外表吸引唔吸引，最緊要睇成分表。成分表越簡單越好，比如只有小麥粉、水、酵母、鹽。千祈唔好為咗貪平、貪方便，就將一堆化學添加劑同劣質油脂食落肚。健康係自己嘅，身體壞咗後悔就太遲。如果大家覺得呢條片有用，記得俾個讚同訂閱。最重要嘅係將呢條片分享俾你嘅屋企人同朋友，尤其係經常買麵包俾小朋友食嘅家長，提醒佢哋以後買麵包千祈唔好買錯。今日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